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2月5日，連月來超級豪宅市場持續暢旺，上月新盤市場逾億元成交更創一手新例有紀錄以來新高水平，幾乎日日有億元一手成交。原來以去年第四季的超級豪宅成交量計算，本港超豪成交量已晉升至全球第2高水平，僅次於杜拜。按來方的統計，去年第四季本港共錄得81宗，成交價超越1000萬美元，約7800萬港元的超級豪宅成交，涉及成交金額高達122億港元，總成交量更已連續3個季度上升。因着1月份超級豪宅成交量更加驚人，相信可追近與杜拜距離。踏入2月份，新近入伙啟德新盤天璽海亦錄得億元成交，剛成交為一座8樓 A 單位，實用面積2103平方呎，4房4套間隔，成交金額逾1.15億元，成交車價54,927元。另外，建浩地產赤柱臨海豪宅 One Stanley 加推4伙於下月起招標，包括一個天際複式大宅、一個複式大宅以及2棟洋房，相信項目會持續出現億元成交。有關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可瀏覽世紀21香港C21HK。